这个电池啊，你看8安培的，这个21伏特的，按这里哦，你看按这里上面显示说电还有多少，看实际打哦，还是没有办法一直打它还是会有中断，不晓得是不是太热了，有防烧坏的机制，然后停了休息个5分钟再继续打又可以打，它是不是一直都可以这样？因为你按看看这个电，还显示还有很多电呢。它的马达有的也受不了长时间那个高温啊，可能也是那个防烧坏的机制，防温度过高，然后就停了。有的吹风机温度过高也会停，可能是这个原理，所以要去做别的工作休息一下，让它不会太高温，然后再来操作它也分数1段、2段、3段，1段很厉害，力道很大，那个消耗电量很大。